长期呢，喺一块土地上接触一个客家文化，当然就该有深厚的客家的感情，也系分情。客家团体咧就冇客家文化，冇客家语言，冇当然就冇我哋客家出群啦。故所以我哋新慢咧推將客家語言嘅復甦、復興好起來，長久下來，唔係推繼續咧講客話，安尼咧對我哋客家命脈延續下去啊！台南南浦人嘅招牌開朗笑容。伊係鍾正斌，大家喊伊阿斌哥，係屏東從此鄉出世嘅客家人。今年嘅26年嘅綠隊風雲雜誌社，係伊對家鄉綠隊文化鍾情嘅承諾。年過半百，想法做法還係改變性嘅阿斌哥，一撇一捺寫出家鄉嘅歷史，一詩一句講出對客家傳播嘅持續努力。綠隊體系講嘅係高雄同屏東嘅客家莊，總共分做右隊、左隊、前隊、後隊、中隊同先鋒隊。頭擺先民為咗保衛家園，組成軍隊對抗敵人。嗰所能會顯示出來一個一個記錄，成為台灣客家文化嘅搖籃。民國50年代，台灣推行國語運動，做唔得講方言。喺學校師生交談來講國語，學生嘅學語言嘅自由同權利就冇起來。喺大家都唔敢反抗嘅時節，當時讓10歲嘅鍾正斌撒油花愛講。反省時節當然係個教乖啊！學校嘅先生。我去課堂咧，教授點樣話？我哋今日做唔到講方言咯，講方言而發咯，而發展咯。講方言咧，而出發而去別國嗰樣嘅啊，推行國語運動。故所以咧，去教授咧，先生絕對要咁樣嚟講一個國語。唔過下課時間咯，先生同先生交談咧，用自家使用客話嚟講。我哋睇到奇怪，唔要話我哋講啊。做唔得講客話講方言，我講國語，你出教育會講客話，咁樣先生咧帶頭冇做我哋榜樣啊，所以我哋就會貼片嚟調試嘅夢想。我先生你要我講下做唔得講方言，咁你出咁樣嘅講方言咯，我先生我咁耐啊寫佢，安得熱鬧咯，安會唱吧，安會現在嗬，細人記住，我記得講啊，我嚟反駁人哋咧有個行為唔錯嘅素材。看起來佢唔談快阿斌哥，從小睇一個充滿文藝氣息嘅家庭成長。阿爸接上透過刊物。雖然眼看，未本阿爸影響到，培養出對創作嘅興趣。睇落下係滿子嘅阿斌哥，聽聽阿姐同3位阿哥輪流做主編、主筆，向下創作嘅樣式，就見落下能有嘅家刊。講起來一個特殊嘅嘢咧，就係我落下咧。我爸爸雖然我學歷唔係幾高，讓日本時代咧係高等科畢業，幾好寫作。考入天理公司過後，去天理公司嘅嘅刊物地方，台天日刊咧，今日要自家寫一篇短篇小說一條歌，又要必定出來嚇。所以要咁要定出來有鼓勵作用，所以如果好寫咧，所以每日嚟要寫日記嘅習慣，安尼。當中就影響到自家嘅生意咧。我3個阿哥一個阿姐，因初中、高中嘅時間咧，就自家用書寫文章，寫一張一張字咧，填下檔上來。我哋想做嘅很多言傳堂，我哋同學啊，所以一路將一個人嘅作品咧，填下當做一本書啊，變又要按一個書名，很多言傳之講。
啊，别人俺自家屋企咧砍物啊，加砍啊，吼，加砍哦，要个ที่สู可能其他嘅屋企咧可能會模擬有安尼加砍哦。睇竹田鄉嘅六堆忠義祠，係六堆客家人嘅精神堡壘，也係培育鍾正彬對客家文化歸屬感嘅起點。改後用文史思考嘅鍾正彬，大學讀中文嘅文藝創作組，有一擺返鄉參加忠義祠祭典嘅時節，受到家鄉大佬嘅鼓勵。本而嘅天同六堆該鬧嘅地方，本國卡黨人看到。民國68年呢，家俺都大學1年生，鄭教授呢，伊都鼓勵俺上兩屆嘅學者，成功大學像李志忠先生啦、邱世明先生啦，因呢，伊成立咧六堆大專青年聯誼會，就喺民國68年嘅2月初2，去忠義祠多春季泰典嘅時間咯，就成立六堆大專青年聯誼會。俺哋嘅1年生都到安好嘅時間就加入嚟聯誼會六堆第一擺有辦一個客家個大專生嘅文化研習營，就嚟第3屆嘅時間，佢接總會長就嚟辦第一擺，佢北部還係冇人辦所以俺哋都在開台灣嘅風氣之前客家大專青年行出來，可是認識、了解、學習一個客家文化，就鄭教授也鼓勵俺哋行出來。我係有機會公開嘅場合，或者我寫我嘅某個會議錄嘅時候，我哋請我會上多一點，會提多一點。盡量有機會，必定去來參與，來變成自家都係主要嘅角色，必定發揮。像比如阿斌後來以相愛來做一個六堆事情，我哋盡量來不以來主持，不以來發揮，像一條以後都一條人都變成話最重要嘅文化傳承嘅這個角色。作為期盼客家文化發通，阿斌哥要發揮自家嘅文筆功力，擔任六堆大專青年聯誼會嘅總編輯，定期推出會刊。大學畢業嘅，以就結合自家嘅創才同興趣，同一邊寫六堆嘅沙期刊物。而退伍過後，就被大哥耕耘多年嘅心血。接下來我最睇阿哥，對美國過來，將美國嘅沙期報紙嘅一個概念帶過來台灣，帶過來屏東。而之間呢，同一家就我阿嫂呢，就叫我派一個屏東週刊，派屏東週刊咯，沙期報紙多我畢業過後呢，就去遊入去見習、去學習，我們都喺民國74年、75年呢，兩公婆都喺美國繼續讀書、讀博士就將一屏東週刊跳本來，所以我其他只嘅學習到呢，就按嚟用上去呢，就只好將屏東週刊開放來，到後面民國78年又派一個六堆風雲雜誌社，就繼續按嚟都下一路下一直都多見。20年來，六堆風雲雜誌堅守國威，做一個稱職的文化傳承筒。延開雜誌做得看到傑出鄉親的專題報道同六堆文化的演變史。另外，雜誌未會為客家文化發通做宣傳。為到本雜誌內容更加豐富，鍾正彬還因內去想辦法，請六堆地區的文學愛好者來寫稿嘅。陳明富剛開始的時節，搶起六堆風雲雜誌的讀者。我就先寫一篇好短的啦，好短的文章，都本那個沙種過目，
看看可以打几分。啊，结果那一集看动出来了，动出来我就啦，我叫我家的摆下去了。你看看我的文章动出来了呢，我不是说梦寐以求啦，就觉得有信的话动出来，哦，那就是我一方面就鼓励俺继续往上爬，我还能够在这个退休以后还能够执笔，我的文章还能够得到那么多的人欣赏的话，这是我做一辈子最大的幸运了。模范生作家陈明夫，就算因好野写过话，也会抚慰到大企业结果日。钟正斌每次家出钱，同陈明夫的作品编做一本，留俾伊做纪念。同样也是读者编作家嘅彭青春，因为六对风云包山包海嘅内容，係因为钟正斌做得廣納國際嘅聲音，本讀者認識客家文化無窮樣嘅面貌。以下吼，老實講，雜誌吼，伊那個文章是有鼓勵啊，非常有體育嘅一個作者，伊那麼電啊。佢那個是來者不拒啊，所以陸隊員感覺到親和啊，佢親切啊。我有乜個意見，我寫出去，佢都同我訂出來。起碼大家詳盡看到話，如果兩萬人睇下發表乜個意見吼，大概點嘛？因為大家都係窮鄉嘅人啦，從六偏北陸隊員互相之間，大家認識的。可能有文章也個前面是不是因為時差同討論啦呢？一個大家要交流意見、交換意見啊，親和一個平台啦，可以講下哋啦。日頭落山呢，擔任六隊總議詞重要職務嘅伊，講樣嘅無限，都會出席會議。對六隊客家文化嘅推廣，佢總係感覺做到含喇叭，總愛做到為家鄉多付出啲嘅心力。阿炳哥都咁願意做。阿炳哥歸到宿舍嘅味濃，看到田順嘅拍好嘅本嘅靈感，佢再創創嘅就係一首童謠。拍好嘅田當空比，比個家東多神比，上嘅本人強，有無錢爆火力，嘰里咕嚕真妒忌。高雄味濃頭擺一名嘅安多味濃，算係客家六隊嘅優隊。也提起4萬人嘅人口當中，客家人就超過90%。該從事教育嘅味濃人，睇六隊提起累積嚟改成嘅客家文化基礎。雖然鐘正斌從細就係睇屏東長治，唔過睇佢記憶裡背對味濃一直都唔會生疏。因為也係家爸成長嘅地方，就像係佢天意嘅路卡。味濃藝人嘅地盤啊，屬於六隊嘅範圍啊，當然唔會走啊。我本身就味濃人咩，所以即個故鄉嘅只個有乜嘅做好事做壞事嘅封貼拍貼咩多少會行啊。明年瓜子聽說我貴啊，見到個市場嘅地方咩？守着這一塊土地啊！中文也一片，這個故鄉也一塊安講的蔬菜，安講的天然。當然，幾年前我一直如果要2-3年，就同這個亞會傾下啦，亞會也唔會出去老北係人，當然做生意呢，就留喺故鄉比這個亞會啊，看到按照天橋按照拍好嘅呢，這個就會有靈感創作客家童謠，拍好嘅天當空比，比個家東多神比，上嘅本人強，
有毛钱爆火梨，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真肚鸡，好嘅。當然啦，有乜嘅新聞鄉親報我哋咩會嚟採訪從一擺客家委員會客家貢獻獎其中嘅傑出神手獎，我哋美濃嘅鄉親總採賞先生，佢就有得到一個傑出嘅神手獎啲報道，唔知我係寫嗰時佢看到個跳問我話有插字冇？有買唔是我送，所以我哋送過去對，順帶嚟提恭喜恭喜，客家貢獻獎、傑出神手獎、文化類除了採訪6對客家嘅風雲人物，鍾正斌當日東走西走，一來一尋人講唔啲嘅消息同各種新題材，仲會談到客家有2隻詩。假義工就會幫到長長，唔想留下報道家鄉特殊消息的機會。你要早年的時節，一路發現講個大鼓上了10桶，你上一看嘛？睇有啲濕嘅。近間咧，我哋來到有個美濃嘅竹頭杯，有很多竹頭角，或者咧，有個廟咧，很多石頭鮟。應該十母娘娘，主要拜就係長生宮嘅阿妹。嗰多年唔知，美濃嗰有名嘅觀光地區，唔管咯，有個蔬菜，個秘密，個獵各項，遊覽產業唔多。我頭擺不時會帶一條鄉親遊料做導覽介紹我哋對嘅風景點，我就特別會帶人嚟也講到個。而家應該私行嘅話，私房嘅景點、私房景點今日我哋來到一個貨房屋，看到一個塘河寫煙塘村，嗰度有咁冇奇怪？唔係咪煙船塘有個煙塘村咯，煙塘村。一個呢，就係南埔6隊呢鐵遊嘅一個塘河嘅表態方式。一般北部嘅客家，或者講好多人呢，就真係到煙船塘鐵拖我哋一個南埔6隊嘅塘時呢，擺喺地洞。小老太一個呢，20多年前都帶一條鄉親呢去荷蘭去參觀各地嘅一個貨房屋，我很滿足。都帶咗個塘河，咗擺喺地洞，我聽講，因為我哋客家人該從事一個倫理觀念嘛。我哋像一般翕相嘅時節，睇家長或者總統，切都坐喺地洞，地洞係最尊貴嘅位置，所以塘絲就表示我哋祖先也只風水嘅所在，就係最地洞嘅所在，嗰個塘呢就擺喺個地洞。表示係客家人呢，佢從事倫理尊卑嘅概念國中醫一位王火田係高雄美濃人，王火田從細就好創作，喺佢筆下寫出許多熱電受人歡迎嘅客家小說，佢難相信而係無師自通嘅。王火田唔但唱會寫作，還會寫詞寫曲。打造出許多客家流行金曲。人有福，兩人上海來相逢。年過60嘅王火田同憂傷嘅客家話，透過文字記錄下來，本客家話做得永久保存。鍾正斌本以一份創作精神感通到位，嗰所喺1994年，鍾正斌讀高雄師範大學碩士班嘅時節，就用王火田嘅作品來做研究題材。我想到火田先生嘅小說呢，唔單止係文學嘅作品咯，第二呢。用嗰度一個鑼鼓人人客家人語上語，甚至日常生活嗰傳統嘅客話，用漢字文字表達出來。
也係一種嘅幾好語言嘅一個傳承，客家傳承咧，唔係透過上語冇，係透過文字嘅傳承，我哋客家話咧，我也幾難嘅。所以我就想到，安好嘅一個小說，有語言性，有文學性，又有文化性，我也喺度做論文嘅題材要幾好。多用客話寫小說，更加要自家要嘅推廣客語文學。咁我吃看下先，用客話嚟寫論文喎，就按太淡嚟吃啊，本來寫出嚟，我要200-300頁按盤咯。所以我也要呢用輕寫到全台灣第一本咧客話寫嘅碩士論文啊！當然下後有人停養，有第二本出來啊！所以感覺佢一個風氣之前有一個好處，他講人停養嗰時，他講人嚟用客話嚟寫論文，講緊咧客家嘅學術界咧，一個都改定之了。將客家傳播嘅材料唔拉擺，總正編就設加編客家童詩、童謠、劇本同英語教材。其中童謠創作台灣新歌帖得到校委會頒發天佑創作嘅榮耀。那位一首童謠學天咯，韓本5位音樂人都想愛同佢寫曲。阿邊個嘅客話課，生來有嘛嘅魔法，本小朋友上長愛騎書翻譯，冇見見咩應可能嘅。重慶國小係總政編編入嘅40人嘅母校，行業教研每一個地方亦都改縮，用先生嘅身份歸去母校，替學校做客話先生。學校每本總政編最大嘅支持。有幾年，重慶國小既然係南部客家母語推行嘅重點學校。很多大馬台上各有啲，一群重慶國小口水藝術社團嘅成員，係阿邊個親身栽培嘅文化種子獎品。總政編因為母語教學愛生活化，喺課程嘅設計上做得本小朋友學習到最快樂，咪做得認識客家文化。我可以能夠快樂啊！因為我哋戲劇也好，也係口水藝術地位，也會融合到我哋客家嘅呢創法，啊，聲也知道清聽。我因為講我哋嗬，又可以傳承我哋客家話，啊，又可以比了解客家文化，又可以做到傳承，我哋真是挺好。太湖山下新樂園啊，第雜事體衝出來啊，係啊，6隊預備起。6隊開動300年。一擺呢係用6隊嘅歷史啊，咁多出隊啊來表現，還有咧朗誦嘅個詩歌，歷史嘅個詩歌，咁多我哋華語講嘅史詩啊，歷史嘅詩歌，用朗誦嘅方式呢啊來表現出來。所以從頭到尾咯，我哋就用念謠嘅方式，就有對朗誦詩歌的方式，朗誦詩歌的方式啊來表現，加上肢體語言，將6隊歷史第1擺康熙60年，4年1722年呢，6隊組織
有個義勇軍啊，嗬，嚟保鄉委土嘅一個情形咧，啊，啲表達出嚟。早晨嘅練習結束嘅，總正斌就能解客家話衫，準備來同1年生能開始學講話嘅小朋友上課了。總正斌嘅打扮，各搭配很多種嘅高旗法寶，本小朋友看到目金金嘅。每禮拜都期待上總正斌嘅課。阿斌哥先生呢，他在我們學校是非常響亮的一個人物哈。他平常上課呢，都會用不同的造型來吸引學生。那學生呢，對他呢，就是像一個朋友、一個大哥哥一樣的這樣子的來學習，所以這個學習成效都非常的棒。那他也非常的詼諧啊，那在課程上面也很創新。作為上通發派嘅教學。所有嘅教材都係總正斌設計寫嘅，佢同生活當中嘅靈感變到童謠童詩地背，將寫成每做地變做藝術，該學音該有意思嘅童詩。雖然係正規嘅課程樣嘅，每禮拜都有40分鐘一節課，也有研學校方採購嘅一個教材課本，唔過我哋看到有市面上發行嘅一個客家教材咧，掛入北埔嘅出版商嘅出版，因平常嘅編輯委員寫嘅內容咧，也係北埔嘅嘅用詞嗰度發音嗰度，所以呢，我就想到啊，一條教材盡量冇嘛適合我哋南埔地區，我哋到既然學校嘅一個教材唔係幾適合。教本身嘅，咁貴州我就用我自家童謠書嚟本學校嘅提供本學生嘅來學習。唔過我哋做唔得講強迫來推銷啊，所以之後呢，做冇人打出本啊，就自家給我哋送本學生嘅。總正斌嘅童謠創作，喺編曲過後，就變做小朋友該好唱嘅歌謠。重慶國小要喺創校100周年嘅時節，同阿斌哥合作，由校內嘅歌謠班成員來唱，打造一種客家童謠紀念專輯。總正斌先生加入客家生活學校過後，伊用唱歌的啦、拿歌理曲啦，也係講笑課、講笑話同小人的上課啦，使得我哋嘅客語生活學校嘅教學啊，一來就一成次。小人哋看到阿斌哥來喲，睇下要講客話喲，變成講客話呢，變成那些普通生活中嘅事情，所以。阿斌哥嘅課程啊，就能夠結合平常嘅生活，平常嘅生活結合課程，小人嘅學到嘅呢，而就可以運用喺啲生活中。所以重慶國小也10年來推動客語生活學校，其實成果個優秀，經常得到全國客語生活學校方嘅講故事啦，也係表演啦。唱歌嘅比賽啊，都個優秀嘅成果。阿斌哥唔但唱喺學校推行模擬，打開收音機，每做得聽到總正斌嘅客話節目。透過廣播電台嘅放送，本高平地區嘅大朋友、小朋友喺屋企就做得吸收客家文化。小朋友、大朋友，歡迎藝術台嘅樂隊兒童老人節目。阿斌哥，接下來是我講講一個客會。
以感谢客家 VNP 同人谈理来争取、来策划、来制作、来同人鼓励支持一个节目。我差不多民国81年嘅下就开始上天台，加喺教育天台呢来邀请人上节目讲客家文化嘅单元就到今呢也超過20年啦嗬，23年咁多嘅今家我哋做嘅呢係6對兒童樂園節目，行政院喺客家 VNP 呢同人贊助策劃製作嘅4年嘅節目。所以呢個單元就教成員啦講客家言語啦認識客家詩啦，個應該甚至我輩嘅所謂科學嘅小常識客家的以外的那個我們的科學小常識，我們也會跟小朋友來介紹到。那當然對於客家嘅融詩啦，或者是生命禮俗情況呢比較兒童化呢本產業寫字詞就得有機會談喺度，呢目的啦又係。做衫，喺家裏做衫，國家當我邊從衫，做邊小女做邊家。誰來哦？誰我呀？誰來？誰來？我啦，有可能咯，可能是誰來？對推動母語教育，鍾正斌相信家庭係最直接，也係影響最深嘅學習場所。故所以教育細人呢，從細就講客家話。人家真係好老人，每天能言談，一下解客話，也講到幾好誒。2年整嘅時間，兩子愛，母子兩人兩子愛，從阿姨考，路同學初級民眾人哋講話就古嘅叫乜嘅客話一份堂下聽寫。如果人飲過台上本香港媽媽糖如香港糖就嚇到我。主要家本客人嘅，幾份有時糖嘅講同嘅隔壁鄰舍講話嗌就會糖還有嘅等個有細年時，同細年講話嗌會糖還有嗌嘅工作方面有嘅朋友會講嘅客話有時候我嗌有糖唔是嗌朋友嘅嘢來嘅家人都冇嘅旁邊成響係嗌就會想有乜嘅方法同佢講，嗌就會佢喺度卡就會悶嘅嗌想同朋友講嘅話用嚟講咯，要同佢講嗌去平房嘅時間就同朋友講，嗌講有18個唔錯嘅時間，嘅朋友會講就慢就安尼學飛台灣人學客話，例如講佢學教學嘅冇中國馬旗屋卡，睇現實同細人中國都講客話，國語都講客話，24點鐘，哪有1分鐘講國語講河洛話，國語都講客話，所以呢，家庭嘅環境最重要嘅，就係我哋客話教育嘅最好場所。更加有特別嘅家庭嚟推冇自然生活當中就提講客話，伊唔講嗌人人講俾糖，做滿一路糖嘅事，民講來吃飯咯，糖叫咗啲就來吃飯嘛好細聲呢，民一路係咪有細聲個做滿咗啲就去洗澡啦有人話洗澡怎麼講自然都啲細聲嘛講得出來，所以呢實在講。客話一個推行嘅家庭嘅最重要嘅一個場所。廿幾年來，鍾正斌做得唔是受禮物嘅，出去推廣客家文化，而最感謝就係嘅支持。就算一路行過來冇按平順，未面臨到現實嘅經費問題，不過佢搶啲散忙去做，其他為炒飯嘅事情就先唔去想伊嘅。盡量冇同樣都也是會錢的，這個想辦法當然有時臨時用到或者前提家。嘅細年客話教學，而即家會買嘅小禮物本嘅細年，即家弄嘅乜嘅高菜，即家出錢。有你那個總係攞送到細年，送好用。所以
如果一节课1000元，这个爱花1500，无按倒贴，倒贴，小学一节课要260，一节课260元。总点安是哦。俺送伊送奖笔、送铅笔、送糖诶，还高彩啊嘛，对啊，那个时间啊，我跟一个梦想嘛，跟一个志业，你们职业个志业，对嘛？应该是对啊，叫志业，哎呀，俺头爸爸想说，俺可以去推广，但是不要入不敷出，就是倒贴。但是后来看你的一个兴趣啊，哎，这个呀，够欢喜，那也有成就感啦。就俺个以后的啊哈，人生的5大需要，最高的就会自我实现。嘿，啊，俺感觉伊个是自我实现。俺当年无看到的老朋友都穷下，见看阿兵哥对头摆到一下，有样的一改变咯。对于后生，我讲还好多见哦，我可以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所用的精神，这是对于俺的乐队客家的做事情。田南港总正边4年复查到卢卡夫区的槟榔园做事，乐队客家庄后摆大部分都是耕田人，就算一下规模强样的，不过佢讲草酒变难，水酒成평，早早就放起来做田事，唔但唱做得锻炼身体，也做得应付失败文化工作嘅支出。一块田球的呢，俺爸爸17、18岁出对面农出来打边吼拍树去家，佢10万佢边头呢下边1到10年的钱买到一块田悄悄的年纪是太的，无体力工的，差不多5、6年前呢就变树我爱接树接帮安的吼，所以呢到人家种到强的树俺们切到一啲棵树下来经过一段时间过后，因为我无家出来，改做乜嘅植物人再过来想办法。总正边上通嘅教学风格，喺口耳相传下，许多国小同社区单位都引来倡议去搞校化。无论语言，总爱有时间，总正边如会答应。对打造强壮的工作衫裤，都打扮做客家阿厝多。下课诶，又会细细走去搞社区老人家讲客家谚语。阿兵哥引闹起家，明月湾的出现比演艺人员更加多。而虽然喺片方面，不过也係成法做得更多比一般人更加精彩。今年总正边提高素养，开展新的文化事业，成立乐队文化传播社，还协助管理总理府古迹，作为推广客家文化的基点。总理府喺台湾光复时期头一位用汉字写作嘅作家，即同亮如打头名，佢嘅含义係台灣鄉土文學之父。總正邊相信，睇亞洲嘅成功，做得同文學氛圍，還有客家文化薪火相傳。咱樂隊文化傳播社呢，就接受一個縣政府委託，去經營管理。一方面呢，我們本身就會從事雜誌個文學創作一方面有興趣嘅，所以對我們來講呢，學文學作家嘅路卡嘅。我俺哋本身有喜歡寫作，其他
路卡作家个路卡呀写作呢，係一個幾舒服、幾爽快嘅事情吼。等於講啊，我哋去睇作家伊個反射出色所在嘅生長嘅地方，我哋要去只尖啊咯，無聽錯喺邊我哋有一個睇作家從李和先生嘅一個人鼻音之下呢，無聽錯我哋喺邊寫作啊會有成就啦吼。因為我哋去同鄉親呢打成一片吼，所以我哋去也攀嚟幾下拜六隊文學營吼，攀嚟3、4屆嘅。一方面也要攀從李和先生嘅作品學術研討會。有一擺去到高樹鄉太魯觀的時節，鍾正斌發現亞洲嘅創嘅山歌有特殊嘅腔調，不過因為無特別保存推廣，一下改到老是傳下嚟。鍾正斌唔判得太魯觀採體嘅特殊腔調同山歌文化就安尼磨合，故所佢收集沙溪老人家來練唱，同一首一首改感動人嘅採體山歌錄做專輯，舉辦發表會推廣宣傳。太魯鄉嘅天火初嘅，鍾正斌去到昨天參加6隊大專青年聯誼會嘅聚會，該當年無看到嘅老戰友，講到頭擺鄉下推廣6隊文化嘅時光，就有講唔會說嘅回憶。一個係我哋梯度嘅梯，我哋算梯上嘅避暑裝，避暑裝係啊，為聯誼咩？其他種係一年一屆，一個好年。我末代皇帝，是3屆，應該是3屆哦，14屆都積積嚟啊！你冇嘅。第一屆吼開始都他跟人都面到山歌嘅推廣，吼，愛回到我哋鄉下來巡迴，所以講都小學嘅成人吼開始都要學木款嘅訓練，吼，那表演。木款全部人台北市都分批，吼，我都分批到新莊，3重萬人，吼，特別是萬人。都名單啊，都啲客家離別同鄉會嘅名單都起出嚟都一家啲錢啊，係確，將係希語人哋嘅現狀一般都500，外國嘅人咧來人嘅學生咧嗬，人都6隊嘅，我哋攀入嘅山歌可以裝喺行台表演，可以他嘅人來支持，安尼好500我拿出來。因為人家接觸嘅時候存冇幾多錢，提上你冇錢1個20的，平時咧學教時冇識到，冇乜保費，他個人窮啊哇28年啊，冇錢啊，我提上嚟講，即係貴冇貴，面農冇，逐漸冇，從資冇，你冇到錢都冇過來，冇到都冇過來，反正還有咁多。在鄉下打拼奮鬥嘅鄉盤，就算無按接見面，不過見面情感還係同大家來鄉下。雖然畢業過後，同學都去到各地發展自家嘅事業版圖嘅，不過遇到困難大潮嘅時節，鍾正斌嘅一群老戰友就係佢最堅強嘅靠山。阿邊啊，嗬，這是對我哋客家話嗬，始終如一。對於後生，我見還好多見吼，我可以所做嘅事情，所講嘅話，所用嘅精神，這是對於我哋6隊客家嘅做事情。從以前讀書都出社會很多年，差不多20年咧，都原來看遇到6隊客家，真是無求名無獨立，我搶看到一啲阿邊個，其他人啊冇。多謝。今年56歲嘅鍾正斌，除咗大學時期北上讀書，其他時間都留喺故鄉。
钟正斌少年讲，也对土地就像也情人共用，对六队嘅未來，佢係有改善嘅期望。我哋呢同心合力同心合力，向下來努力做客家嘅工作唔好再分按呢時間要真是團結為有力量讓可以恢復到過去，我哋做人呢要對客家去屏東地區去南部地區其他嘅政治方面、產業方面嘅影響力，變啦我哋自家本身要有團結，讓有力量嘅時間呢，讓可以做關鍵嘅小事有個小事雖然小事，唔過我哋有力量就可以有個關鍵性嘅有個力量呢，去影響到政治嘅一個形式形態生態也讓可以對我哋客家族群呢爭取最大嘅權益。一路以來唔是改變，係大家對鐘正斌推廣客家文化嘅評價。不過佢認為文化嘅命脈是要靠各卡度嘅客家子弟來傳承，無論唔睇哪隻嘅，總愛唔獻為家園奉獻一份心力，客家文化就做得遍體開花，讓各卡度人看到溫柔堅韌嘅客家力。